日好特別，因為咧以往聖年咧聖門咧只喺梵蒂岡同埋羅馬幾個大殿。不過當今教宗咧，佢第一次，不如啲人唔係個個去羅馬噶嘛，咁所以佢話全世界嘅教區嘅主教座堂都可以有自己獨立嘅聖門，同埋可以按照翻地區主教咧，佢可以選一啲嘅地方。咁湯書記都選到呢度原址，咁所以我哋好開心今日我哋懷住咁樣嘅心，我哋一齊舉人感恩聖祭，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願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聖神嘅共融與你哋各位同在，也與你的生命同在。各位弟兄姊妹，教宗為普世教會開啟咗慈悲禧年，邀請我哋每一個人更加深入咁去經驗天主嘅恩寵同埋和好。我哋嘅教區主教湯書記亦都指定鹽田梓聖若瑟堂設立呢個慈悲之門，好讓朝聖嘅信眾能夠獲得天主嘅慈悲同埋大赦。今日亦都係天主之母聖瑪利亞嘅慶節，同時都係為世界和平祈禱嘅好日子。我哋更加感受到教宗嘅呼籲，當今嘅人迫切需要從降生成人嘅天主子耶穌基督嘅面容嚟領悟到天父嘅慈悲，而能夠變得更加慈悲。為虔誠舉行彌撒同埋開啟慈悲之門，讓我哋首先懺悔我哋人嘅罪過。他們看見以後，就把天使對他們所說有關這小孩的事傳揚開了。凡聽見的人都驚訝牧羊人向他們所說的事。瑪利亞卻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反覆思量。就喺14年前嘅時間啊，我哋村長咧寫信俾胡書記投訴田神父點解你哋我哋唔派人嚟開彌撒？田神父係好合理嘅，你都冇人喺度住，派咩人啫？係嘛？咁所以胡書記話副主教你哋村你自己搞掂佢啦咁啊。咁所以我哋開始一個聯席會議呢個好有意思，正因為呢個投訴，使到我哋能夠面對呢條村究竟係讓佢沒落啊，定係讓佢有翻生氣？咁我哋喺聯席會議過程當中嘅話咧，我哋睇到開彌撒呢個唔難嘅，但係點樣復甦翻我哋、恢復翻我哋嗰個信仰咧？呢個係田神父同埋我更加關心嘅事情。我哋多謝天主有個恩人咧佢有筆錢咧，就使到我哋能夠復修翻嘅聖堂。咁跟住咧，甚至2年之後咧，我哋呢一間小堂咧攞咗個聯合國亞太區嘅保護文物嘅一個優異獎。咁所以令到啲村民無論英國啲都係一個好覺得好有福氣。咁我哋好緊張咧需要有定性我哋點樣能夠喺個過程裏邊睇到天主係祝福緊我哋嘅咁我哋開始有啲修和之路其他方面我哋係感覺到嘅，特別啲村民咧或者係其他我哋教友感覺到上主係祝福緊我哋，保守住我哋上主嘅慈顏咧係光照緊我哋。其實有時都有好多困難，我知道村長其他啲有幾個人咧係好辛苦嘅，但係經過咗咁長時間嘅話咧，睇翻轉頭咧係天主一份嘅祝福。呢條村有好耐歷史，我哋香港咧係有170幾年歷史，呢條村有270幾年歷史。我哋話喺呢個186年嘅時間，即係差唔多150多年前呢條村係聖誕節第一批人領洗有30個，就呢條村裏邊。呢條村裏邊最細嗰個領洗嗰個咧係3歲啫，最大嗰個83歲，甚至有幾代3代嘅人一齊領洗。喺當時香港教會裏邊一個好歷史性即係能夠成一批批咁慢慢咧就變成為一個教友村。記得當時咧高主教即係佢未升主教之前咧都嚟過呢個傳教，嚟之後咧就寫封向梵蒂岡報告。但我琴晚去咗一條村莊，呢條村莊好特別嘅，啲人咧好純樸嘅，啲純樸裏邊嚟講咧，佢哋好有信德，有敲鐘咁好好祈禱，俾我感覺到咧好似睇聖經睇宗徒大事錄。初期教會啲人咧，大家一齊祈禱一齊參加彌撒，一齊彼此服務，好感覺到一種嘅弟兄姊妹嘅情誼。咁呢個係講緊100幾年嘅嘢啫。不過經過咗好多嘅變化，啲人去咗英國都出去香港，慢慢啲人都懶散，你都信仰，話係自己嘅教友，不過又唔去聖堂喎；話自己嘅教友又唔識聖經喎。
嗰個話冇用嘅，所以我哋好緊張啊！呢10幾年裏邊，希望唔係淨係地方嘅復修，係信仰嘅更新。我哋睇翻過去呢幾年裏邊嚟講咧，唔單止鹽田仔嘅村民咧，同埋堂基聖心堂嘅教友，我哋睇到好欣賞天主祝福，派咗好多唔同嘅人，無論中文大學啲教授啦，或者理大啦，或者係呢個科大啦，好多學生嚟呢度服務，同埋好多堂區啲人咧定期嚟服務，係吸引好多喺呢啲過程裏邊，我哋好感覺到天主係祝福緊我哋。呢條村係屬於鹽田子，但係呢條村唔係咁簡單屬於呢個人，係屬於香港嘅人，係屬於天主嘅。我哋點樣能夠善用我哋每一個人，使到咁多人能夠欣賞到上主俾我哋呢個咁靚嘅地方，呢個嘅環境。陣間我哋會打開呢個嘅慈悲之門，咩門呢？耶穌基督就話：我就係門，邊個能夠入能夠出嘅話呢，就能夠接受上主嘅恩典。要能夠接受上主嘅恩典，首先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打開我哋自己內心嘅門。如果我哋人執着嘅話呢，我哋領受唔到啊！所以教宗提醒我哋悔改好緊要，唔好咁執着。好多時我哋執着好多人嘅事物，過去恩恩怨怨，無論家庭方面啊、堂區方面啊、朋友之間，過咗去啦。2016年啊，今年新嘅一日嚟嘅，讓我哋要放低，要豁咗出去。讓能夠再次將我哋嘅焦點集中翻喺信仰，集中翻喺耶穌基督身上。讓能夠有3個態度。第一，我哋要繼續尋求新嘅一年，我哋唔知發生咩事，不過我哋用呢種心態，讓我哋每日都尋求上主嘅旨意。第二個態度，除咗認識之外，我哋要誠行啊，求聖神俾力量我哋，要同天主嘅恩寵合作，唔係尋求自己嘅意思或者你嘅意思，我哋大家一齊尋求天主嘅意思，同埋誠行天主嘅意思。第三，就要學習聖母喺平凡生活裏邊都能夠再次經驗到復活嘅耶穌基督就喺我哋中間，再次享受我哋信仰嗰種動力，仲能夠喺生活裏邊繼續去尋求主旨、誠行主旨，同埋去經驗基督。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歡迎大家前嚟獲得天主嘅恩寵同埋慈悲。咁啊，參與今日嘅禮儀嘅教友呢，只要棄絕罪惡，辦告解，令聖體為教宗意向祈禱呢，為履行一項慈悲善功呢，可以獲得禧年傳遞聖。這是上主之門，我們要經此門進入，以獲得天父嘅慈悲同埋寬恕。天主聖，你當受讚美，你派你嘅聖子嚟到人間，叫佢所為嘅血，將因罪惡而受傷，且彼此分離嘅人類重新召集，成為一體。你以你嘅聖子作為服者，佢又係榮產人，使所有經由佢而進入嘅人得到救恩，亦都使凡經由佢出入嘅人揾到永生嘅存在。聖父啊，我哋求你使所有進入呢個門嘅教友能夠蒙你嘅歡迎，到達你嘅台前，好使佢能夠經驗到你豐富嘅慈悲。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
聖父、聖子、聖神嘅降福臨於你哋，並永遠存留喺你哋當中。請大家回去作證，滿懷慈悲，如同天父。彌撒禮成，感謝天主。而家睇係好靚嘅，我哋呢邊睇落去哇，真係去天堂咁上下。